在地新闻，咱要来看花莲县府所管理的台湾原住民文化馆，即马传出有管理的干部，毋但是对员工性骚扰佮霸凌，而且佮较离谱的是，就连国家要拨予即个替代役的津贴，全部拢无发放，所以真侪员工是真受气，赶紧找议员出面来订正。 这是花莲台湾原住民文化馆描写提供歌舞表演，也是艺品的展示，也有技术训练。最近替代役男退役了后，无领到回乡津贴，向官方申诉无处理。虽然干了600块，不过役男感觉真无奈。你知不知道这些事情？知道，会不会担心领不到钱？是还好，因为毕竟都长成这样。返乡津贴是中央政府拨款下来给花莲县政府，但是花莲县政府居然从4月到现在。 返乡津贴不给人家哎。另外，也有女员工甲议员订正，馆长性骚扰，搁职场霸凌。国家今年6月有员工好亲像工作压力大自杀，这样侪案件，互议员质疑管理好亲像有真大问题。轻生、工作压力太大、劳务分配不公、职场霸凌等等问题，我们到现在没有答案哈。那我不知道这为什么都是同一人所为。 原民署表示，员工自杀的案件还搁咧调查，性骚扰加职场霸凌，经过调查了后，认定是讲话方式无妥当，会甲这个馆长调离原职。不过，役男回乡津贴无发放，这确实有疏失。他讲话比较直接一点，造成许多，尤其是女性同仁非常大的压力。但是以这个役男的部分，所以这个部分我们的确是有民署的错误，那我们也很快来补正这件事情。 议员对县政府裁罚结果，敢若调离原单位甲上8点钟的性平课程真无认同，佮要求原民署上好调查清楚，这个馆长任职期间到底积欠偌济役男的钱额。记者综合报道。